很强哦，很强哦，没错。很强哦，这句话就是阿迪最喜欢人家这样对我讲了。很强哦，就是你好棒哦。一起练习一遍。很强哦，很强哦。懂吼，暗自 say。那这次的才艺表演就决定交给博士你啦。交给我。哦，那我要练习一下呢。不对啊，那可爱妹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当然是做我最擅长的，当观众啊。观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博士刚刚一个人这样吹笛子，好像有一点点无聊，有一点单调。那不如可爱妹，你呀就负责搭配着笛子声跳舞。我伴舞哦。对啊，你没看过那个电视上印度人他不是有吹笛子吗？然后前面就会放一个箱子，就会噗跑出一只蛇在跳舞啊。你的意思是我要当那只眼镜蛇吗？哎呦，那一只蛇啊，其实啊不是在跳舞，它是在生气。拜托你不要再吹了啦！是不是很好听啊？有没有想跟着我的音乐跳舞啦？好听，立马帮忙，耳朵有问题哦，明明就超难听的。哦，你的才有问题吧？你看蛇小弟他很喜欢啊。喜欢？怎么可能？明明就不好听啊！哼，不信我试给你看。不要再吹了啦！蛇小弟啊，你真的觉得好听吗？真的非常难听。什么难听？你刚刚还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啊？我不是在跳舞，我在生气。我不像别人有手可以捂住耳朵，所以我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。还是离他远一点好了。蛇在生气的时候啊，会站起来想要比敌人高，可是因为它身上啊没有硬硬的骨头，所以啊会站不稳，摇摇晃晃的，大家就以为它在跳舞。其实啊，蛇的听觉很不好，而且是靠震动啊来感受四周的环境。哦，所以蛇它这样晃来晃去，是因为生气，而且它在找机会攻击人。很强哦，你答对啦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有了，不然这次的才艺表演，我跟阿迪帮你一起伴舞。好主意哦。什么？我们两个我不会啦，我没有啦。没关系的，可爱妹，你来教他跳舞，好，我来吹笛子。来跟我一起做啊！不会啦。一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踩我的脚啦！对不起啦，我就说我不要跳舞嘛。哎呦，博士，